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胡适缩量下跌这个走势可以说让这个金融消费者又是不爽的一天A 股的三大指数集体重挫沪指跌 1.73%， 深成指跌 2.83%， 创业板跌了 3.4%， 整个的交易额是 1.87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700亿，超过4800只股票飘绿也就是下跌。结合昨天的这个走势让人感觉到明天恐怕又是惊心动魄的一天呢，很有可能跳空低开向下杀跌为什么呢？是昨天出了利好政策，给人感觉是利好空出尽是利空。这两天应该是交易面比较平静，恐怕也没有什么小作文，所以周五有可能空方要偷袭昨天出台的那个关于房地产的利好，今天地产股它也没涨，对吧？反而在下跌但是大家也不用紧张也不会马上就跌成什么样。个人感觉在这个2月10号之前还得震荡，但是有一个迹象，有一个现象，这个金融消费者一定要留意因为现在似乎国家队还有大股东都在减持，或者是减持的比较多，这个一定要留意为什么在这个点位减持？为此这个有人还专门发了一个文章说要客观看待国家队减持行为，国家队减持才有资金在未来股市再次低迷的时候护盘维稳。这个是财经评论员皮海洲发文指出，最近这一个时期股市行情的转暖，上市公司一些重要股东的减持也接踵而至，这其中也包括国家队资金的减持。其实对于国家队资金的减持行为，投资者有必要客观看待，而不能只凭自己主观臆断来做一些猜测，甚至做一些消极的猜测来自己吓唬自己。就国家队资金进入股市来说，基本上有两个目的，一是基于投资的目的进入股市，二是基于维护股市稳定的需要。从维护股市稳定来说，国家队资金更应该要择机减持，在股市低迷的时候，国家队资金要进场维护股市的稳定。也正因为如此，在股市行情转暖的时候，国家队资金就有必要择机退出，也只有如此，未来股市行情再次低迷的时候，国家队才会有资金入场护盘维稳。如果国家队资金长期持股不动，那么未来一旦股市行情低迷，国家队又哪来的资金入市维稳？所以只有在行情偏暖的情况下，把资金减持出来，才能应对未来的需要。这就必须在行情偏暖的时候进行股票减持。对于国家队的减持行为，市场需要理性对待，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必见风就是雨，搞得市场草木皆兵。毕竟国家队减持与大股东减持是不一样的这个专家还是很厉害的减持还不一样，就是不同的人减持那意义是不一样的。大股东减持那违法，国家队减持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都是减持。所以说你说有理上哪儿说去呢？按照这个专家的说法国家队减持担心，国家的减持都是为你好，所以这里面有几点就值得商榷。第一个你看股市低迷的时候国家队进去，然后股市到了高位400多点，国家队减持，显然国家队赚的是盆满钵满。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个零和博弈，那国家队赚的钱，请问谁买单？金融投资者。这就是我说的，你看人家是来救市的，最后含泪把钱给赚了。但是这我高兴的因为国家队赚的钱有我的一份，这好歹是那个大头没亏。但是你金融消费者对吧，你就做点贡献，你得买单。第二个，你要说不是零和博弈，那也就是说这个胡适基本面已经好了，它自身能造血，对吧？这个一个它优质的公司越来越多，估值在成长；一个是很多公司虽然估值不怎么涨了，但是人家赚钱呢，对吧？那利润是哗哗的，像茅台或者像什么工商银行一天赚1个亿，那可以享受分红，它那个分红的收益比你存银行要合算。问题是现在基本面改了吗？如果基本面已经向好了，你说国家队撤出，国家队是带了一笔钱走了，他赚了钱吗？那这个赚了钱，那以后这个胡适他通过自身造血会弥补，不让你这金融消费者买单。问题现在是这样吗？对吧？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国家村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号召耐心资本、价值投资，那怎么到国家队这儿
接不了耐心资本了呢？接不了价值投资了呢？到了国家队这儿就是变成波段操作了呢？理论上啊，只要国家队在股市里面做压仓时，对吧？他持有大量的股票，这股票都不动，理论上你配合上这个基本面改善，你这股市走的是慢牛，那你国家队不需要退出啊，因为不需要后面再救市啊。完了之后，你国家队你的收益都是什么？来自于那个给你的分红，比你存银行利润还高。你看啊，号召别人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耐心资本，到了国家队这儿波段操作，低买高卖，有样学样，对吧？你国家队就这么干，凭什么别人不这么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你自己都不做耐心资本，完了你要求这些小散户啊做长期耐心资本，怎么说好像都说不过去吧？就这个啊，专家也能给他洗地，能把这个圆回来，也挺服他的。第三个，你国家队这个时候减持的理由是什么？是这个点位高了吗？还是说这个点位已经很安全了，对吧？扶上马送一程，我送到这儿不送了，你这个很安全了，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吗？在这儿减持，正在3400点要创新高，对吧？就解放那个8号那些被套的小散户的时候，你国家队先撤了，这是几个意思？所以大家看到很多这个大股东现在纷纷在趁机减持，国家大基金也在减持，这人家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你该怎么做，人都是嘴上一套，实际做另外一套。如果金融消费者连这一点还没看明白，那也是不可救药啊。我们再看一只奇葩股票啊，这个有个叫新 SD 卓朗，这个股票啊，从9月底开始，正好赶上这一波所谓的疯牛啊，股价从1.6块直接飙到3.7块，翻了1倍都不止。新 SD 卓朗啊，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在 ICU 病房里面待着的，对吧？随时都要退市的，就居然这个它能翻1倍，多疯狂啊！成交量也是爆天量呢。昨天呢，这个新 SD 卓朗迎来了第9个跌停板，连续跌停。为什么呢？新 SD 卓朗因公司连续5年财务造假，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从11月1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复牌后，股价连续9个跌停板，股价从 3.17 元跌到当前收盘价2块，跌幅达 36%。 它现在跌停是只有 5% 每天，什么时候复牌啊？会继续往下跌，因为它要退市。就这个新 SD 卓朗啊，以这个为例啊，就是到底是哪些人在炒这个股票？你不知道这股票要退市吗？完了，有很多金融消费者被套在里面，哭天抹地的要索赔。你索什么赔呢？爆炒垃圾股被套，这是活该啊，咎由自取。为什么还要去索赔？只有一种情况可以索赔，就是这个股票好好的，对吧？没有什么处罚，它的这个审计报告都是正常的。哎，这个是你买了的，结果过了几天啊，突然证监会说或者交易所说，哎，这股票财务造假，那你是可以索赔的，因为这是在你买了之后，交易所或者证监会才查出它造假，你是不知情，对吧？你是被他骗了，这个一定要索赔，而且一定要给这个金融消费者啊，给这些受害的人要赔钱。但是啊，一旦是交易所、证监会立案调查说这公司财务造假，你还在买的话，1毛钱都不要赔，就不应该赔。证监会已经说这个人是坏人，已经立案调查了，你还去炒，你不是咎由自取吗？我们再说一个啊，奇葩公司啊，哎，这2天啊，也就是这个沪市啊，它在3200多点到3400点来回这么震荡，看上去是稳了啊。证券时报报道，他说上证指数在3400点上方震荡整理，他说相对于大盘而言，个股的震荡较为剧烈，尤其是一批此前强势的牛股，自高位以来回调幅度不小。爱融软件、华林股份、嘉先股份等北交所个股短线更是回调逾40%。主板的双城药业、华丽股份个股自高点以来跌超 40%， 创业板华智科技、四方精创跌超 30%， 这都是前期的遭到爆炒的大牛股，利用这个股指横在3400点，那这典型是出货，获利筹码出逃。第二个是爆炒啊，题材这个被披露，或者就是这个爆炒的原因呢不存在，讲的故事啊已经被戳穿了。这些大牛股的回撤啊，对吧，也给这个金融消费者提个醒。很多这个以炒短线啊追涨杀跌为主的这个金融消费者，他很容易就踩中这些雷，最终啊在这个股市指数震荡的行情里面，他依然赔钱，而且赔的还不少。这个财联社报道啊，他说7只100亿基金认亏超 30%， 行情来了，基金还亏着。随着股市反弹，多只备受市场争议的100亿资金池啊基金强势反弹，15只100亿基金近期反弹幅度
超过20%。但是不过啊，犹如熊市时亏损太多，公营、前沿医疗、汇添富、消费行业等多只基金，即使在经历强势反弹后，过去3年的亏损依然超30%。对此，行业内人士指出，既有100亿基金的基金经理往往不会固守某些领域，其自身能力范围更广。也就是说，这个他恐怕投的行业更多一点。认亏损严重的100亿基金多为主题型基金，这类基金投资范围有限，规模过大，导致管理难度增加，为基金经理管理带来更多挑战，还为基民带来了更多亏损。这些基民啊，买了这些基金也算是倒了霉，就是这个所谓的大牛市，他仍然亏30%啊，想套现都套不了。我们再聊一个这个奇葩的上市公司奇葩案例啊，这个根据凤凰网财经还有其他媒体报道啊，说紫金矿业据报被毒贩集团掠夺3吨黄金，价值约2亿美元。大家看视频啊。紫金矿业据报被贩毒集团掠夺3吨黄金。近日，据外媒报道，中国矿业巨头紫金矿业在哥伦比亚的金矿遭遇了严重的非法掠夺，损失黄金超过 3.2 吨，价值约2亿美元。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不仅因为损失的黄金数量巨大，更因为这背后涉及的复杂背景和严峻挑战。据报道，紫金矿业在哥伦比亚的金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金矿之一，然而这一宝贵的资源却遭到了贩毒集团的觊觎。这些贩毒集团不仅夺取了紫金矿业的大量矿道，还纠集了大量非法矿工进行掠夺性开采。在金矿地下深处，紫金矿业的私人安保人员不得不与这些武装分子进行殊死搏斗，但胜算渺茫。贩毒集团控制的矿道绵延30英里，价值数亿美元。他们利用这些矿道进行非法采矿，不仅破坏了紫金矿业的正常生产秩序，还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地下工作环境恶劣，空气闷热潮湿，有时还带有毒性。非法矿工们为了获取黄金，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在幽闭的通道中作业。紫金矿业方面表示，他们正在与非法采矿进行斗争，但形势严峻。去年已有2名安保人员遇害，另有数人受伤。被掠夺的矿道规模令人震惊，紫金矿业估计，他们去年因此损失了超过 3.2 吨黄金，相当于该矿总产量的 38%。这一事件不仅给紫金矿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引发了人们对非法采矿和贩毒集团活动的担忧。哥伦比亚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打击非法采矿和贩毒集团活动，保护合法企业的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紫金矿业也需要加强自身的安保措施，提高防范能力，确保员工的人身安全和企业的财产安全。同时，国际社会也应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活动，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这个凤凰网财经它是转发《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在哥伦比亚一个毒贩集团夺取了中国矿业巨头紫金矿业的大量矿道，这个对紫金矿业来说啊损失巨大。这一点也说明啊，咱们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出海呀，都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还有风险。有人就说了，你不要去哥伦比亚，这个说法不对啊，这就叫何不食肉糜道理。你作为这个紫金矿业开采金矿的，他只能哪儿有金矿去哪儿，哥伦比亚有，非洲有，他就只能去这个地方，而这地方正在内乱，对吧？你要拓展业务，你就只能在这儿硬着头皮开采，你也可以不要，但是现在内卷加剧啊，还有一些矿啊，你比如说那个新能源汽车锂电池里面的钴3元锂电池啊，那个钴全世界啊只有在刚果金那儿有可以开采，你其他地方有都是非常少，都是半生矿的，你没有办法直接开采。钴和铜有的时候跟镍它是半生的，镍矿里面含有少量非常少的钴，那你要搞3元锂电池，你就必须要这个钴，那这个钴从哪儿弄呢？刚果金现在正在内乱，还有叛军、反政府武装，恰恰这些反政府武装啊，他喜欢偷袭骚扰的就是这些矿区，因为矿区比较偏远，所以说中国的企业那为了获得钴，那只能冒着风险啊，跑到刚果金去，对吧？为了获得黄金，你只能冒着风险到哥伦比亚，也到非洲也黄金矿啊。这个提醒金融消费者，对吧？你要投资这家公司，对吧？买这家公司股票，你还得看看它的业务在海外布局，这个要知道。然后呢，它在这些动乱地区，就不稳定的地区，它的占比有多少？如果这个紫金矿业啊，它那个每年利润
10个亿的、20个亿美金的，哎，他这样少2个亿也就无所谓了，影响不大。如果他年利润只有2个亿美金啊，这一下让那个哥伦比亚的毒贩直接抢走2个亿美金的货值啊，那这一下子就亏损了，本来盈利变成亏损。我就记得还是哪家上市公司说从俄罗斯对吧买了多少黄金运到土耳其，结果秒变食材，咱们节目也介绍过，到现在还没扯清吧，好像也报案了。你报案有什么用啊？怎么查呀？最后再提醒一下啊，金融消费者，这个香港的恒生指数啊，从那个10月最高点到现在下跌了20%，已经进入技术性熊市，这个要注意了。进入技术性熊市啊，那它对沪市有很大的影响，对吧？咱也不能说这个沪市就随着恒指走，但是它的影响还是非常大，对吧？那边恒生科技股指数已经进入熊市，这个要千万小心了。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锡进老师还是避谈这个沪市啊，小心翼翼的绕开沪市，现在开始聊家庭伦理。他昨天发了个微博啊，说他最近看到一期谈论家庭的视频，嘉宾讨论家应该是什么样的，怎样才是幸福等等。老胡有感而发，也说几句。这个他说啊，一个人说无论什么情况都要有自得其乐的能力，说这也与努力奋斗的人生观不矛盾。过得好的人则要尊重他人，防止用教导和炫耀伤害别人。他说无论什么人呢，只要认真生活就好，尽量达观面对一切，就会多一些幸福感。人不能总是羡慕别人，轻易不要对亲人说你瞧别人家怎么样，要这样看，我家不完美，但我家有我家的好，这可不是阿 Q。我们对生活本来就不该憋着劲，万户千家各有各的不幸，但也各有各的好，顺其自然，各美其美才行。这个我总感觉胡锡进老师话里话外是在点这个加藤老师啊，为什么呢？首先说大家，你要知道啊，胡锡进老师那是当过环球时报的总编的，这个不是一般人，他不可能对吧仅仅就写个小家庭，他这个家呀恐怕还暗指大家国家。他的意思就是美国有美国的好，中国有中国的好，各个国家呀各有各的不幸，但也各有各的好，顺其自然，各美其美才行。这是劝加藤老师对吧，中国有中国的好，你在美国买小房子不要炫耀对吧，不要教导别人啊，就这意思啊。胡锡进老师说啊，一个很确定的是，很多人都特讨厌外人，哪怕是亲戚对自己说你家怎么不好，你家孩子如何改变，谁不知道自己家里的不完美，或是孩子有哪方面的问题，能改变早改变了，改变不了就要接受。也就是劝加藤老师啊，就是很多人都讨厌外国人对吧，很多人都喜欢说啊美国怎么不好。胡锡进老师认为啊，美国人知道自己国家不完美，能改早就改了，改不了也要接受。这个胡锡进老师说这么多半天啊，其实总结一下就是他是劝大家呀，尤其是加藤老师，不要活在别人的这个眼光之下，不要活在别人的标准里。大概其啊，胡锡进老师是在劝加藤老师啊，这个新改造，不要有怨言，不要抱怨。对加藤老师来说啊，这一切都是刚刚好。加藤老师啊，已经连续10天没有发任何这个微博啊，还有这个视频，而且啊，他的很多作品啊，下面的留言评论全部消失了。这个恐怕确实说明一些问题了。根据外网所传的啊，加藤老师恐怕全网禁言1年，这个都是最轻的。严重的啊，我们还要等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些情况通报。这个加藤老师啊，正好也赶上了这个风口浪尖，这个公安部啊，恐怕对这个珠海这个事情呢，也做出这个批示啊，指示要彻查。我想如果要彻查的话，应该会跟加藤老师有一定的关联，对吧？这个我在节目里面反复说啊，就因为加藤老师颠倒黑白，宣扬暴力，歌颂暴力，美化暴力，对吧？把哈马斯他能丰盛，哈马斯对吧？他变成一个英雄团体，把这个哈马斯的首领叫辛瓦尔，他丰盛，就是这些人。这个在大国来说，这就是妥妥的暴恐分子啊！加藤老师居然给他披上合法的神圣的外衣，所以说啊，希望这一次啊能够查出这个加藤老师这个言论的危害性呢，以毒后患。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